了地的。阿巧啊，无你是将我的话当作马里同风。真假啊？我即摆给你宽限你啊！哼，你若知影识时务，安尼上好啊。阿母，我甲你斗阵走。走！你是要走喺倒？这点都无需要你替我操烦。我来减手啊，唔通啊！你也知哦，你一打开这个王家大门，你就无可能搁转来安尼。哪里你较贵花？阿母，小义伫咧讲，忠孝难两全，代志哪有迄款抹白上眼光的？既然贵花因阿爸唔肯互你留伫遮，安尼我甲你斗阵走，咱无需要留伫遮，互人糟蹋。减手啊，白搭！我走就好，你爱留落来，唔通为了我的代志来破坏着你甲贵花的婚姻啊！搁再讲，阿母搁车无几年啊，我老啊啦。啊！你甲贵花吼，搁久长长吼，我牺牲家己的幸福，听母的话吼，留落来。阿母，兄弟我拢用款好啊，咱来走。袂用的啦，你留来我走就好啦。金秋啊，要讲大声话进前，家己四娘啊小弟一下。假使你若是有志气，你就无来互王家招，吃我的米，住我的厝。那你我甲你看出来啦，唔免三讲，你就平等来救我。咱来走。你搁考虑咧啦，啊！我甘愿去外口走去食，嘛无需要留遮互人糟蹋啦。阿母，金秋啊，啊你提这，你是要走？我要带阿母离开遮。金秋啊，你袂走，你走我是要安怎？金秋啊，啊伊若走吼，啊宝珠啊贵花要安怎？你莫替我囝想看卖一下。阿母，我已经决定了。金秋啊，你若敢甲我打出这个予定，你就免想要回头。金秋，你敢真是为着你老母，你放生某囝？贵花，请你原谅我，因为伫我的心目中，阿母才是上重要。你我走，听我的话，阿母走就好。阿母，你莫搁苦劝我一定要甲你走。对，咱来去。等下，好，既然你甲这么有志气，一定要走，会用的。属于王家的物件，一项你就连小钱要甲摕走。没话啊，好意气啦，就讲无路用翁哦，踢倒家啦。阿爸要甲你找一个更较好的翁。阿爸，金秋是抱做老爸呢。几岁啊？相信阿爸的话，金秋啊，真紧就会搁倒转来求我收留伊。那伊我甲看出来，恁爸就唔相信讲我的部长水。你安尼为着我离开王家，放下你的某囝，安尼敢好？阿母，既然咱已经出来了，你就莫搁讲啊吼。我也是感觉安尼无妥当，无妥当啦。阿母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在这世间上，阿母我甲你一个人尔，咱若牵手，有钱搁娶落有啊嘛。阿母啊，头前有一间旅社，我带你来住。啊，行啦。唔通啦，要加开钱的。阿母，这个代志你免烦恼，我才有啦。金秋啊，啊有钱嘛免黑白开啊。咱做人吼，啊较勤俭，较实在咧，莫去住旅社吼，唔通啦。阿母，我知啦。阿母啊，要无安尼啦，我知影头前哦，下底我入去，有一间空厝要出租啦，咱遐租厝住好无？租厝哦，是啊。啊，毋是同款爱开钱，唔通啊，行，来金秋遐住啦。啊，阿母啊，去因厝遐住吼，
无意思啦。什么无意思？你是亲兄弟啊哦，啊，规家伙斗斗阵，唔才有意思。阿母啊，他因像拢用娶某生囝，我搁搬转去大吼，会甲伊添麻烦的啦。我看吼，煞煞去啊，规气咱某仔囝咯。金秋啊，你若唔听我的话吼，你转去王家，我家己来金秋的遐大。阿母啊，阿母，安怎？好啦好啦，安尼唔才有乖。咱做人吼，就爱谦谦，安尼唔才有本。阿母啊，要毋我讲你头前，假使因像翁仔某吼，若是考到你，你马上甲我拔出来大。放心啦，人翁仔某即马吼乖有孝惯呢。敢有？我看吼，伊是6月挂菜，计有心啦。我就金秋啊，啊你做阿兄人哪会安尼讲小弟假有孝？人讲吼，拍好掠贼就爱亲兄弟呢，兄弟啊就爱共亲，知无？好，行，来去金秋阿兄啊。真对，食来食去也是阿母做的韭菜上好食。阿爸，韭菜给你食了就无安尼。去食名咧食韭菜。元秋啊！哎哎呦，你要食饭哦？歹势歹势啦！元秋你夫人，啊你今日是来买咖多还是菜多哈？拢毋是啦，我是来买韭菜啊。毋过阮家是拍铁店呢。我知影啦，毋过吼，顶回吼我来恁兜吼，恁老母送我一罐韭菜，结果我摕转去厝吼，哎哟，阮兜的厝边头尾哦，每一个人拢学了甲会答字哦。多谢啦。元秋啊，安尼好无？敢袂当麻烦你老母吼，雇送100红的韭菜给我。100？是啊，我总包啊。像你这款的韭菜口味哦，咱讲事实的，全台湾哦第一赞的啦。以后吼，你我两家合作来卖韭菜，绝对会赚钱的啦。我敢讲呢，唔免3、5冬，你绝对会起大厝。笑你夫人啊，你就莫甲我讲酸笑呢。哎哟，我哪是甲你讲耍笑啦？我甲你讲啦，我甲阮翁吼，伫这个生理场吼，走跳20几冬啦。啥物会卖钱的货色吼，咱讲事实的，闻一下就知。恁哦，都要出头天啦。阿中吼，我这10块的定金，1个月后我来甲恁提100红的韭菜，我一红甲恁买5块，恁每个月都会互我100红，吼。现在先听好势哦，1个月后我早钱来提货。安尼讲有定吼，无代志啊，我走啊吼。阿爸母，恁哪拢无爱讲话啦？元秋啊，你搁讲阮徛了创啥？去后母抢转来啊！抢？我是要怎抢啦？迄王家人遮济，我哪有法度啦？你上讲镜头的呢？啊，你不通走去王家去甲阿母讲，叫阿母带你转来。啊，你若袂带转来，你就死来看。去啊！我不爱，我不爱，我金秋，阿妈，乖孙，不啊。不，对今日开始吼，你就倒爱食啦，莫去王家。啊，我元秋哦，会好好防待你，袂互你食苦啦。阿母食济啦。这，阿母这。食饱未哈？食饱食饱。啊人呢？人呢？好啊，你讲啥？恁阿兄啦。啊？哎呀，哎呀，伊要转来甲恁大呢。够大？哎喏，大家大这个偌好咧。金秋啊，金秋啊，啊无入来讲，哎呀，来啦。啊，我甲你小弟啊，做什么歹势？来，哦，来，你母，大伯你咧王家吼，毋是住好好，哪会甲你斗阵转来住啦？伊拢是为着我，才来离开王家的啦。大伯是因为你才离开王家，骗笑的。春潮啊，那是阿母吼，叫我一定要来你遮大呢。要若无吼，我等翁仔某无甲你计较，安尼讲甲安尼，对毋好？
嘿啦嘿啦，阿母就安尼讲啊，我哪有啥物话好讲啊？是啦，阿母，啊，毋过吼，厝的敢两间房间咧，无够大啦。啊，对对对。阿母，咱来外口洗厝大，行。袂用的哦。阿母，你爱倒爱食啊？啊，若是外口洗厝哦，大伯你家己去啦。哎呦，咱洗啥物厝？伊就甲我住一间就好啊啦。阿母啊，安尼无方便啊。我看你吼，若是真是要友好我吼，就拢听我的话，知无？好啦好啦，阿母你欢喜就好。春潮啊，你有听清楚吼？是阿母叫我住伫咧遮啊，天无怨叹的哈。哎，讲啥物怨叹哦？哎，兄弟啊，着爱互相吼体谅，啊有量毋才有好，讲啥物怨叹，对？吼，爱有量才有好，吼，好，是啦。嘿啦。几岁啊？金朝敢真是拢无转来？是啊。金朝这年轻囝，心肝根本就无伫咧食，走去也好啦，规气甲离hen。恁爸有钱，我就毋相信讲招无好囝婿。阿爸，我无爱啦，金秋啊伊。安怎？即种翁甲咱狗同款，食饱就走。你是咧毋甘啥物啊？照我的话去做。阿爸，我求你啦，你搁有金秋啊一点仔时间，我相信伊一定会回心转意，转来我的身躯边。阿爸。几岁啊？你莫戆啊啦！老爷，什么代志？外口有一位讲是钱厝的，讲要寄你。去叫伊入啊！是。几岁啊？你去无用你的代志。阿爸，这个真正伊是。迄是我的代志，你毋免插啊嘴啦！你去，你去，你去啦！请，来面请。多谢多谢，王船长，你好你好。清楚。坐。多谢。我听阮表小弟讲，你去好庙仔遐找我是？无毋对啊。有啥物贵事哈？我是有一件代志想要请教你啦。不敢不敢，请讲。是安尼啦。当年阿姨也要死的进前，有甲我借一张地契，讲要去钱庄咧借钱。也毋过经过2工，伊就死翘翘。迄张地契也不见去。我是想讲，要问看你知影毋知影？这件代志，阮客伯毋捌甲我讲过。你迄个时阵是伫倒位？伫放假。你伫放假做啥物？我来做报证的代志。报证？那才拄啊好啦！我原来捌伫咧放假做过报证的生意。啊，你是伫咧倒一间做？伫龙山寺遐附近的啦。龙山寺附近。那是黄氏报证还是金旗报证？金旗报证啦。王老爷，你今日找我来，就是为了迄张地契的代志是？你到底是姓啥物？做啥物？我姓钱，姓厝啦。啊，我的朋友就画一个外号叫做钱厝。啊，你是伫咧啥物时阵甲阿基来结互伊做客家？是伫咧长山，还是台湾？当然嘛是台湾啊。鹿港，还是伫咧打港？拢毋是啦，不过差不多啦，是伫打鸟啦。打鸟？我当然嘛确定，迄时阵我已经17、8岁啊，代志我当然记得真清楚。清楚。安尼我哪会当确定？你根本毋是阿基的妻子。真楚的，安尼我哪会当确定？你根本毋是阿基的妻子。因为阿基啊根本就毋捌去过打鸟。
我甲阿姨啊，伫14、15岁时阵斗阵，伊伫咧倒做生意，我真清楚。拄则我是用话咧甲你讨，想袂到你牛骹车就锁出来。梁山寺边啊，根本就无一间金旗布衫，敢若有一间金旗看炒店。哦，你到底是是安怎要假作阿姨的妻囝？你有啥物目的？我过桥比你行的路较侪，你上好是莫当咧我的面头前假鬼假鬼，也若无，我会互你死啊真歹看。好啦，既然拢互你看出来，我就坦白讲，我是看恁吼，安尼咧求阿曲姨啊吼，实在太过分了。我徛出来，要替阿曲姨啊主持一个公道啦。主持公道，伫咧这个社会，有钱有势才是公道啦。无你是啥物卡啥？你也敢出来主持公道？王老爷，我唔管你号做啥物名，伫咧这溪头村一带，拢是我王阿万年的地盘。我讲的话就是公道。王老爷，你这个人讲的阁真阿爸呢吼。无唔对，我就是这阿爸。你这小囝上好是甲我听得清楚，伫这溪头溪尾一带，你上好是莫甲我插言啊事，尤其是阿巧的代志，这是阮家的家务事，你无在人管，我无想要搁再看到你啊！出去！等下，我搁再甲你见过一摆，3天后。你唔通搁再互我看到你伫咧一箍尾仔出来，呀！你上好是家己准备一躯棺材。是啊，大，你假做阿姨的客囝代志，叫王万年突破的。好，我换一声吼，家免人啊啦。大，这王万年哦，真奸诈。我看这个也真歹铁头。哇，咱是啥物风险毋捌拄过？我一定要找到王万年的罪行啦。你讲是无毋对啦，不过咱即马干是怀疑尔呢，一点仔线索都无，咱是要倒出去？你唔通袂记，阿两爸爸嘛有芳啦。为即马开始，咱要特别注意这王万年的行踪啦。我都唔相信，无办法治愈。母啊，你扶这套车要有相困啊？我啊，你困眠者哦。哎呦，昨你是要坐啥？你搞唔到阿母你歹势啥？你困啊？你这里困眠者，来。阿母啊，我看你唔对呢。啥人唔对？我看也是你困眠床啦。哎，免啦，袂用的啦，卡叔嘛叫我咧春潮吼，甲因像因看到，一定有马不好啦。我看阿母，也是你困眠床啦。行阿母，来，你困眠床，阿母。袂啦，你请咱先飞啦，免啦，我都困涂骹里。阿母，我叫你困眠床，你有困眠床啦。金像安尼愈来愈有效啦。我若是有钱吼，我一定加一寡互伊。树啊，啊！春潮啊，你是安怎？我若一想到吼，你不重要的阿兄，我规巴肚火，我困袂去啦。你放心啦，伊住袂久啦。就算讲伊住袂久，
伊嘛会甲迄5000块摕走啊。 5,000块，你阿母遐，阿母无好意思要安摕走啦。你是有够戆面的呢，你毋想看觅？恁阿兄哦，甲阿母带走，啊，毋着等于甲迄5000块嘛摕走。到时阵哦，咱一仙五零哦，都拢摕无啦。这，我甲你讲哦，钱已经入门啊哦，是袂个会出去哦。而且咱来紧想一个办法，互恁阿兄离开。啊，若无吼，你着免想要卡我一个啦。阿母啊，来食饭啊！安尼无过来村场哈？伊去买菜啦。透早就去买菜，我来去买就好啊。哎呀，无要紧啦。阿母啊，食饭，英树啊，恁厝有较高米被无？要怎样？要铺土仔较好困啊！昨暗时伫咧厝的吼，土仔困入去，我困到咧规身躯腰酸背痛。歹势吼，无啦。你讲吼，你讲明仔，吼。阿母啊，哪会用的啦？我的房间让互你哦，就是要互你困较舒适的啦。啊你哦，也是要困较舒适哦，就转去王楼去困啦，哈。英秋啊，啊伊是恁大兄呢，啊你做小弟嘛较尊重大兄呢，安尼甲伊讲话。有听无？这阿母讲的啦，大家敢会无大无小，卡算毋是为着阿母哦，我才无恁遮大。哎呀，啊你嘛减讲几句，你做大兄人嘛爱孝这个小弟啊，兄弟能互相体谅啊，啊互相来照顾对方，安尼毋才对，吼。恁两人讲真是要友好我，以后上好莫等我面头前来搭来搭去的啦，知无？我知啦，我知啦。阿母啊，食饭啦，食饭啦。阿母，坐。大家当坐啊。哎，好。安怎啊？英树啊，恁厝的吼，敢若有遮的菜哦？哪有啥毋对？哼，搁声声句句讲你友好阿母，遮的菜敢会食的？我甲你讲啊，遮的菜哦，这是好食啦。阿母啊，你食看觅啊，这是春潮啊，特别为你做的呢。安尼哦，阿母，莫食。是安怎咧？遮的菜吼，饲狗都无爱食咧。你，哼，阿母惊，我出来外口，咱来食好了。惊。哎呀，妈嘛，外口食搁开钱啦！哎呀，哎来坐啦，坐食啦。有听着无？因食啦。来，坐啦，哦。哎，金秋啊，迄后尾吼，遮济翁啊，爱是要创啥哈？哦，迄著春潮啊，你讲啦，啊，伊著因无代志做，伊著想要哦，请阿母哦，你教伊哦做酱菜啦，哈，安尼才趁淡薄仔钱哦，互你买新衫啦。哎呦，等我这几领衫来换就够啊啦，我甲我买什么新衫？哎呦，英秋啊，转来啊，来。哦，我等。哎呦，阿母免啦。我摕倒。好啊，哎，啊你要学做酱菜，你无较早甲我讲咧。啊，我就想讲吼，先甲物件传好，啊，再请阿母你教我吼做酱菜撇步啦。你要学做这撇步？是啊，阿母你都毋知哦，顶一摆你做迄酱菜，大家学落甲会得志，佮讲吼是台湾第一赞的哦。嘿啊，对，真好食呢。嘿啊，喂，金秋啊。
你真正要替大伯害钱哈？我要兑生这的钱啦。阿母啊，你毋是5千块，你只要提出230块，就已经救我一命咧。阿母啊，你毋是5千块，你只要提出230块，就已经救我一命咧。我无钱啦。阿母啊，到这时候你搁要骗我，刚讲你要目睭金金，看恁囝去用毒骹毒手哟。我假使若有钱吼，我就摕出来甲你斗相共啊啦。阿母，你讲的拢是真实的。我你紧转去王家，落去你丈阿爸，甲你斗相共，甲这娇小吼，紧甲兴兴的啦。啊！你不讲遐济啊！你讲，阿母是恁的哦，我这甲我一点关系啊，拢无啦！你转去啦，破囝！阿母，你无爱遐钱哦，实在对啦。是啊是啊，母，你无互大伯钱哦，迄是对。啊，若无伊摕迄钱去跋筊，佮输了了，安尼毋着害啊，对无？我真是无钱啦。阿母啊，你放心啦，我甲春柔哦，袂踩着阿遐咱的啦，遮尔现实。是啊是啊。安尼啊，干脆。老婆，你今仔叫我来，是干那为着安尼想？万年啊，面手莫结到我歹看。老婆，你心肝内你想啥，我也毋知影是。这20年来，你每年甲我摕700块，有够啊啦！你已经起一间大遐厝啊，做人毋通遐贪。万年啊，啊若要比贪哦，我甲你袂比的，差济。这20几年来啊，你不但有厝，而且咧，每年啊收入也是1、2千块咧，啊！我每年只不过来摕700块尔。搁再讲，后日在这船顶啊，是你甲送的。若毋是我对你始终，甲你保持这比例，你有今仔日吗？老婆，当年的害死阿基啊，是你出的主意，你是主谋啦。拜托的万年兄，我只不过是滚耍笑尔，哪知你怎啊甲送的？搁再讲，后日的钱财是你一人独吞的呢。你有咱毋通袂记的，你这所在是我用钱买来互你的。无毋对啦，我就是为了要结婚啦，才替你保守这20几年的秘密。搁再讲，我为了这结婚啦，用了也差不多啊。好无？好，你讲，你要多1000。啊？1000？一个大十块玉兰花，伊的赏金嘛才1000，你一开喙就要甲我摕1000？我跟你讲，后日啊，因某即嘛是还阁一个。假使讲我若无张伫遐讲，计数就无共。好，1000我互你。要毋过阿姨啊死去，我若亲像阿姨啊，永远伫咧海底啦。真好，希望你讲会到做。
无村长，含赶紧落车。你是倒单位？台北来高顶检察官，有代志要找你。你是乌木孙泽啊？你是乌木孙泽啊？你是别干咯！紧来顶看，啊唔赶紧来家咧！嗨，检察官大人，唔知有我几事？乌木，你过来。有人问过，讲你这个孙查甲老百姓卡有1000块。大人啊，我无啦。要搁讲无？所长。大人啊，大人啊，报告，查了1000块。哎呦，然大人啊，我是冤枉的啦，是有人要陷害我啦。要我的变改，这1000块对得来。报告大人，这个孙查要严刑，伊才讲实在话啦。走，早去上面就吊起来。大人啊，千万不可！大人啊，你安怎讲，我安怎配合你调查，我连讲实话。好无？你若是甲讲，我会当甲你从轻发落。大人啊，你敢真是遐台北来检察官？别讲了！犯罪人违规啊罪，你敢怀疑大人的身份啊？无啦，我是真呆萌萌的，我哪敢怀疑伊的身份啦？哪来你跟讲？你想那个王万林卡有1000块？我大人我无啦。好吧，王万林昨暝偷暝来甲我面过，你还佫讲无？啊？王万林甲我面过？我唔对，所以我要来查明真相。王万林啊，你竟然啊出卖我，你心肝实在够凶的。好吧，我不但要撤销你的职务，而且要甲你判无期徒刑。走，因为有人甲我面过，你甲王万林2个人共同杀害阿姨啊！大人啊，我无杀死阿姨啊，拢是王万林杀死的啦。敢真是安尼？大人啊，真是的啦。要拿来阿姨啊遐钱呢？大人啊，拢是王万林独吞的啦。所以20年来，你只向王万林提钱。大人啊，是王万林叫我配合伊的啦。八个呀咯！你2个人根本就是中冤嘛！大人啊，大人啊，你快叫王万林叫来，我是不听你啊，大人啊。好吧，你愿意配合阮俩王万林归案无？你若甲我合作，我良心你甲你降一步；要若无，我一世人甲你关到监狱内底。大人啊，我愿意啊，愿意啦。进去啊！哎呦，你根本就无看路啦！哎呦，你去叫小安怎哈？你根本就无一个怎叫啥？紧手啊！阿爸，我求你，你救我阿爸！我也靠上，下！阿爸，救我！救我吧！王家无你这个假赛，去！王大爷，我求你，我拜托你救阮囝好无？好歹伊总是你的囝婿啊！这种无路用的囝婿哦，有本事无啦，莫在那动咯！王大爷，我求你，金手啊是阿姨的囝，
你著带人过去，你甲阿囝是结拜兄弟，你叫阮金秋啊一命哦，我求你拜托的啊！阿舅啊，金秋啊，我这是伊家己自作孽的，什么人都无知影救伊啦。老板娘，你一定会改的啦，一定会改啊！我就说，我真改啊！就听我，你一定会改，我跟你保证，我跟你保证啊！无你是要用什么做保证？阿顺啊，这个人跟我一点仔关系都无，好死也不要紧啦。不要啦，不要啦，金秋啊，我做爷你莫这么用啊，你莫这么用，拜托啦，金对我个。死死会较贵去，咱大头。吴曼莲，吴曼莲，好像有人受伤，去看卖。吴曼莲，我来甲你算20年情义必孝。我甲你田无高，水无流，咱有啥物啥通算？你欠阿囝一条命，今摆我叫人抬死金秋啊！乱讲，是不是乱讲？你来去观听就知啊！别听我，真拼咧！吴曼莲，无老实，真老你死！好无？你搞你阿我，我想唔干？你做大段，害死阿囝，独吞阿囝之财，我早来甲你阿囝判罪啊！认真，好无？走！金秋啊，欧巴你，你有够凶的哦！你想害死阮阿囝啊？我家破人亡啊！过去我嘛对你袂歹啊，也阮就受报，你不是人，你不是人啊！顺子，阿嫂，嗨，阿嫂，嗨。金秋啊，你着爱较真做的啊，较真做的啊！好表子啊，天天大，阿咪哥啊，哎，这样，哎，这，倒点，真对啊！若讲你的酒菜好食佮出名哦。无啦，哎呀吼，拢嘛是阮母啊教，想袂到吼卖酒菜是你，说比卖菜刀更较好呢。哟，你母啊，相有较好。阿舅呀，感谢你吼，我真系拢加足好呀。哦，啊，这段时间遮尔啊侪代志，拢爱恁甲我带相共，感谢。无啦，真对啊，金秋啊，恁阿兄已经过身了，啊，恁阿爸的碗筷也已经拢洗清了，以后爱好好养好恁阿母知无？其实吼，恁阿爸无啥物客囝伫个，
嘛无迄5000块啦。这一切吼，拢是我的主意，就是要教恁吼，安怎好啊友好时代。人咧讲吼，必先好为先。恁若不好，后摆恁的囝对恁不好，唔通吼，干那要为着钱吼，才来友好父母，安尼吼，不，恁两个好好反省再来。是啦，我从今以后，我会好好友好阮阿母啊。是啦，我嘛共款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哎，恁两个啊，讲会到啦，做会到啊。以后若互我知影讲恁不好，我就找恁算账。我跟你讲。好啊，那你哦。无我甲本身。阿舅，迄个王焕莲吼，已经承认讲以前你亲接阿姨的财产，才会今仔大这间厝。伫口径的内面写个。我知啦，你是阿母。可以啊，好吧，我送到遮就好了。兄弟，尼姑，感谢您对我这么的照顾，感谢。啊，可以啊，唔通说多谢啦，大家有缘嘛。阿爸，真心的，我暂时无办法对你的身躯边友好哩。丁丁，来，你来交换。对啦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教养阿珍啊。你句的，你都要好好照顾添丁啊哦。我目知，我知啦。恁家己较保重。也无你紧去，为台湾这个土地，为台湾的子子孙孙，莫阁受人压迫。我甲真有尊严，我甲真存在。恁继续好好去为台湾打拼。没问题。